光影交錯，衣迷偏跣，呢度係澳門服裝節，一場匯聚創意同夢想嘅時尚盛宴。佢唔單止係設計師展示才華嘅舞台，仲係澳門呢座城市時尚脈搏嘅躍動。咁我哋今次嘅主題咧就叫做 The 4.2% of Ocean 啦。咁因為我哋係揾靈感嘅時候咧，就想用海洋嚟做我哋嘅主題元素。我哋就發覺原來人類對海洋嘅認知係唔到5%嘅。咁我哋就用咗我哋品牌嘅名4.2嚟做我哋呢個主題。咁好開心啦！一年一度參加到呢個服裝節啦。咁因為就係我哋設計師們咧，我哋一年內嘅努力同埋成果咧，就可以喺度發布啦。咁亦都可以咧見到各個設計師有新嘅，亦都有以前識落嘅朋友啦。咁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下而家行業嘅概況。歲月沉澱，匠心不變。資深設計師奠定咗澳門時尚嘅變遷，亦都帶領住行業嘅發展方向。對於好似徐雅婷咁嘅資深設計師嚟講，服裝節唔淨係展現，更加係一種傳承，傳遞專業，堅持原創，啟發下一代嘅設計力量。咁我好多年前開始參加服裝節到依家，咁我見證住澳門時尚產業由開始到成熟嘅過程。咁我認為澳門嘅設計師要越嚟越有自己嘅風格同埋國際視野。咁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樣一齊善用澳門服裝節嘅呢個平台。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多年嚟一直為澳門時尚產業注入源源不絕嘅能量，由人才培育、品牌孵化到科技創新同市場拓展，每一步都係為本地設計建立更堅實嘅基礎。澳門服裝節咧嘅核心目標咧，其實都係扶持我哋澳門時尚產業嘅發展啦，提供一個展示嘅平台咧，俾我哋啲澳門嘅時尚品牌啦，發布佢哋最新嘅作品。同埋我哋澳門咧服裝節咧，啲來賓嚟到澳門嘅話咧，係可以同我哋澳門嘅品牌啦做一啲聯乘啦，或者做一啲互動。咁透過呢一啲嘅交流嘅機會咧，係可以扶持雙方嘅業務嘅發展。澳門服裝節唔淨止係一場 show， 由澳門到橫琴，從本地舞台走向國際市場。澳門嘅時尚產業正以開放嘅姿態編織屬於自己嘅華麗篇章。